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前特教中心的主任蔡顺利是去互学生的家长来检举，讲这蔡顺利是要求因囝爱甲台积电发予特教生的工读金，拢关倒转去，伊唔照做，囡仔就去互霸凌。蔡顺利今仔日是出面否认，学校嘛已经来调查。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去年来讲是特教有限学校，5月时一个家长检举，当时担任特教中心主任蔡宪利要求回关特教生的台积电工读金，因为无同意囡仔被欺负。其实我们真的他要回馈金，我们就是教小朋友要装傻，他说没有啊，你要这1万块你要跟我们名目啊，但是他都始终不讲说他都用骗的啊，所以说这3年当中他光这样子骗就不晓得知道多少利润了。 原来引起特教家长不安，为着个人的声誉甲学校的效率，蔡宪利找到伫律师陪同下主动出面说明，对家长指控要求回关台积电工读金，放伫家己的落地内底。伊讲台积电的薪水是直接入学生的户头，绝对无要求被动学回关。家长讲强迫签这个保密条款，是台积电的聘请客户内底就有保密条款，无强迫另外签保密条款。 也来得到台积电工读金的学生内底，受家长主动赞助学校内底其他弱势学生，并没有经过任何学校或是我们老师们的经手，所以直接拨入学生的一个账户，那所以不可能会有什么中饱私囊的问题。那有些家长会做一些赞助，那给其他的同学，好，那这个是他愿意的，他自己愿意，绝对没有强迫的一个事情。蔡宪利讲，学生入校到进3年外，每学期为申请学校的宿舍，也协助募款出国比赛。积极提供各种资源支持，也若家己绝对无对学生甲家长大声，会甲这个对话记录甲资料交予调查委员。那我已经尽到我当一个特教中心主任对他的生活辅导照顾。全台湾应该没有一个特教中心的老师会去关注一个学生，他每个学期有没有宿舍可以住。 原来教育部特别是会同特教学者去学校，对学校提出5点的建议，包含建议该司停聘配合调查来保护学生，确保调查未受干扰。原来会关工读金甲欺负无同，学校应该尽紧来查明事实真相，绝对袂使暗藏，唔通冤枉，也唔通纵容。记者综合报道。